大家好，歡迎嚟到心境深潛嘅頻道。喺日常生活裏邊，我哋對別人經常都好溫柔。朋友犯錯咗，我哋都會講唔緊要啦，大家都會有呢個時候。但一旦到自己出問題，內心就會馬上變得嚴厲咁問自己：你點解會咁㗎？你永遠都做得唔夠好。呢一種內心無聲嘅責備，就好似一場唔停嘅審判。有好多人因為呢一種嘅情緒跌到落谷底，一直自我懷疑，甚至影響到身心嘅健康。喺心理學研究發現，長期咁樣自我批評，不只會讓壓力荷爾蒙飆高，仲會將抑壓同埋焦慮嘅風險提高3倍以上。更麻煩嘅係，佢會擋住真正嘅成長，因為害怕失敗，我哋就唔敢去試新嘅事物。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一本真係能夠改變自己關係嘅書，叫做《寬容，讓自己更好，接受不完美嘅心理練習》。作者克里斯汀就係自我慈悲呢一個概念嘅開創研究者。佢用咗超過15年嘅科學研究，自己嘅真實經歷，再加上好多超實用嘅練習，證明對自己慈悲一啲，並唔係放縱同埋逃避責任，而係讓自己更加有情緒嘅韌力，內心更平靜，動力更持久，最好嘅方法。接落嚟，我哋一齊睇睇呢本書嘅核心內容，同埋點樣將佢應用喺你嘅生活裏邊。作者喺書裏邊好誠實咁分享咗自己嘅故事。佢喺讀博士嘅時候，曾經被慚愧同埋內疚感困住，內心一直自我否定，直到佢加入咗佛教冥想嘅團體，第一次接觸到慈悲嘅概念，才突然醒悟，原來我們對自己比對別人嚴苛太多了。對佢更深刻嘅轉變，就係佢當媽媽之後，佢嘅兒子被斷定出自閉症。嗰段時間，佢一度超自責：我係咪一個失敗嘅媽媽？點解我給唔到孩子一個正常嘅人生？嗰種內在嘅責備，好似海浪一樣，一波一波咁打過嚟，讓佢身心都累垮咗。直到佢開始練習自我慈悲，先至慢慢從自責裏邊走出嚟，變成一個更溫柔、更有力量嘅媽媽，都成為咗一個更好嘅研究者。書裏邊有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就係專業舞者 Emily。佢從小就係一個完美主義者，超怕顯露脆弱，所以喺感情裏邊嘅防衛心好重，一感覺唔安全就會立刻攻擊同埋退縮，結果次次都把伴侶推開。後來佢先至發現呢一啲行為其實係來自深層嘅不安全感同埋自我批評。只有當佢開始對呢啲脆弱嘅情緒展開慈悲，譬如心裏邊就對自己講：我知道你害怕被拒絕，呢一個係每個人都會有嘅痛苦。佢開始停止自我懲罰，而呢種關係就慢慢修好咗。自我批評睇起嚟好似逼自己進步，事實上佢係製造惡性循環。越自責就越覺得孤單，越孤單就越難改變。研究也證實，自我批評嘅人好容易跌入孤立感，同埋把痛苦放大。而自我慈悲正好能打破這個循環。如果我哋開始練習自我慈悲，會有咩嘅改變呢？作者嘅研究團隊發現，自我慈悲分數高嘅人，生活滿意度平均高出40%，情緒復原力也強好多。遇到失敗嘅時候都唔容易崩潰。從生理角度來講，自我慈悲能減低皮質醇，啟動副交感神經，讓身體進入休息和修復嘅模式。最好嘅是，自我慈悲唔會讓你變懶或者降低標準。
相反，佢會俾一個安全嘅內在支持，令你更加有勇氣去追求目標。研究顯示，自我慈悲嘅人設高目標嘅機率跟自我批評嘅人一樣，但未達到嘅時候，佢哋唔會掉到去自責，而係理解同埋鼓勵重新開始。呢一種因為愛自己而努力嘅動機，反而帶來長遠嘅成長同埋成就感。最後，自我慈悲帶來唔只係少咗一啲嘅痛苦，而係徹底改變咗你跟自己嘅關係，從內心嘅敵人變成內在嘅盟友，讓你喺工作、感情、職場各種嘅層面都活得更自由、更完整。作者把自我慈悲分成咗3大核心嘅要素，每個都有科學嘅解釋同埋超實用嘅練習。第一個要素，善待自己，就係用溫柔、支持嘅態度對待自己嘅痛苦，而唔係自我嘅判斷。書裏邊話呢一個唔係放縱，而係好似對待朋友一樣安慰自己。第二個要素，共同人性。當我哋覺得只有我這麼失敗時，孤立感就會痛苦放大10倍。共通人性提醒我哋，不完美、犯錯、痛苦都係全人類都會經歷嘅。書裏面舉咗個例子，失敗嘅時候唔要想我係獨一無二嘅差，而係轉念全世界數以億人都有經歷過類似嘅掙扎，我哋都係學習中。呢一個小轉念就能快速咁減低我哋嘅慚愧，讓你感覺到連結和支持。第三個要素，正念。正念就係用平衡察覺面對當下嘅情緒，既不抑壓又不誇大。作者講過，自我批評常常因為太認同痛苦而惡化。正念係幫我哋察覺，而唔係被淹沒。一個好有效嘅練習，慈悲冥想，每日5至10分鐘，坐下來專注呼吸。每當自責嘅念頭跑出來嘅時候，溫柔咁講，呢一個係自責嘅念頭，然後用慈悲回應，願我能平和接受這一切。另一個超經典嘅練習，鏡子慈悲練習，每日對住鏡子望住自己，說3句肯定嘅話：我接受不完美嘅自己，我值得被溫柔對待，我正在努力。堅持幾個禮拜，內在嘅批評聲音變得越來越少。書裏邊仲講咗好多應用嘅情景。當我哋做咗父母嘅時候，就要學自我慈悲，就可以耐心回應孩子嘅挑戰，而唔係將自己嘅壓力投射俾孩子身上。喺動機嚟講，佢幫咗我哋係由因為害怕而努力，轉成因為愛和好奇而努力，成長就會變得更自然、更持久。寬容讓自己更好，最後想話俾我哋聽，接受唔完美並唔係唔妥協，而係通往真正自由同埋力量嘅門。透過善待自己，認清共同人性，保持正念察覺，我哋就能結束自責嘅循環，迎來內心嘅平靜同埋更健康嘅成長。就從今日開始，請你試一次自我慈悲嘅練習，然後喺留言區話俾我聽。練習完之後，你有啲咩感覺？內心有冇輕鬆咗一啲呢？你嘅分享會鼓勵到更加多嘅人，我哋一齊喺呢度互相支持，一起成長啦！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感恩你嘅陪伴，記住啊，你值得被溫柔嘅對待。我哋下次再見。